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或者是你嘛会当考虑将恁手上的股权卖给本公司，我会当用8000万同款的价钱甲恁买。安尼恁经银行贷款，搁较同样一间的借款，至少嘛会使存咧30-50万啦。爸，我做代志，以向我的人拖拖刷刷，我互恁48小时的时间。 希望后日下晡，你若做起决定，会当来甲我讲。我来了，你的情况实在有够用。你若是有代志，你会当请。爸，真来。赵秘书，什么代志？你敢真是？到即马，阁无法度将张美辉放回其身。我请你讲话较尊重嘞。妈妈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阿爸无甲你怪，你就莫阁哭到安尼啊啦。我是咧怪我家己啦，啥人来遮糊涂着，啊无想我真少啦。你阿爸当时咧讲去卖互别人，害你阿爸了，这几来年来是要过落去了啊啦。啊，你嘛是为着要替阿爸还钱，你才会答应安尼做的，就是无想着讲，就是有叫回来的。 明辉啊，你嘛去考劝恁阿爸出来食一下物件，啊若无，嘛啉淡薄仔汤。你家己一个人哦，关伫咧房间内底几落点钟久啊，我实在足烦恼啊。我看规气，互伊一个人小静一下啦。这个时阵，伊啥物嘛食袂落。妈妈，你若搁安尼哭落去，你的血压毋是要搁掠悬起来啊？安尼阿爸会搁较烦恼呢。对啦，明辉啊，吴丽玲迄个查某囡仔，以前敢毋是真介意你？你去求伊啦，叫伊莫为难恁阿爸，好无？这
妈妈求你好无？你去找伊讲看卖啊，看有其他的办法咯，会当助你阿爸这间工厂保护掉咧。丽桂啊，你阿爸这间工厂吼，伊是比伊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呢。一旦若无去，我来想吼，伊嘛绝对无想要活落啊。妈妈，丽桂啊，妈妈求你好无啦，拜托的啦，好无？伊也毋过，丽玲即摆敢若完全变一个人共款，我都毋知影是毋是会当讲。哎呦，明辉啊，你都无去，你免来早讲会当啊袂当。听妈妈的话啦，明仔早起哦去公司，好我甲伊参详一下。我相信哦，伊一定会看到恁以前的情分上，放恁阿爸一条生路的啦。这啦，多谢。咖啡就好。我就知影你会找我，果然互我意料中。咱做久无来遮约会啊？吴总裁，叫我丽玲就好啊。总裁是你咧办公室的称呼，离开办公室了后，咱嘛是搁甲较早同款。你讲对无？林辉，你最近好无？你敢若瘦足济？多谢。丽玲，你哪突然间会变成这么大间公司的总裁？讲起来话头长，也才慢慢讲给你听。林辉，阮爸爸伊走的时阵，有真安详无？原来你早就知影这件代志，安尼你上怎无赶倒来见伊最后的一面？我是尾仔才知影的。等我知影一切代志了后，一定拢袂赴啊。阿伯伊做梦嘛想袂到，竟然会去互伊做第一信用的白经理骗去。伊也一届，公司破产，阿伯也煞咧倒落。伫伊过身进前，上第一袂当放心的就是你。是我对不起伊，拢是我唔对。伊从来都毋捌怪过任何人，就连白经理，伊嘛是讲，伊一定是有不得已苦衷，才会做出这个代志。伊有交代讲，以后若是碰到白经理，千万唔通搁再为难伊。反正伊走无偌久啊，我就怎？我要爱伊对阮老爸死负起完全责任。我若去找着伊，我一定要爱伊死去足歹看的。丽玲，你变啦，变到我都认袂出来。干嘛呢？是毋是片较早，搁较水，搁较白啦？干嘛呢？你无骗我？我无骗你，你确实是比以前搁较水，搁较成熟啦。我敬你，庆祝咱再度相逢。你若不啉咖啡，较早你毋是上爱啉这咖啡？原来你心内一直也有我，也阁会记得我爱啉这间的咖啡。啊，丽玲啊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请你斗相共。做你讲，我有法度斗相共，我一定答应你。
今仔我胃无爽快，无想要啉咖啡。多谢。丽玲啊，我知影你开袂这钱来买阮阿爸一间公司的股份，不过再安怎讲，这间公司是医生的心血。这我了解，所以你希望我安怎甲你斗相共？我是希望你是毋是会晓互我甲阮阿爸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还这1000万？你的意思是讲，恁想要继续经营迄间工厂？是啦，以前工厂无趁钱，就是因为阮阿爸的观念太过保守，又搁要顾到工厂内底遐老员工的生活，所以拢无咱偌自动化的设备。当然，安尼是对袂住时代的。像是早仔景气歹，阮阿爸的想法、甲经营的概念有真大的改变，所以我无希望看到伊咧开创事业第二春的时阵，才来受到遐尼大的打击。公司会要增持企业的股份，最主要嘛是看甲伊的前途袂歹。丽玲，既然你会安尼讲，是毋是你同意继续互阮阿爸经营这间工厂？明辉，毋是我毋答应你，这件代志恐惊的，我嘛无法度通做主。要哪会啦？啊，你毋是公司的总裁？迄只不过是挂名的尔。我顶头还阁一大堆的头家伫咧，因安怎讲，我就安怎做。明辉，你莫遐艰苦啦，无安尼啦，我倒去公司再想办法说服伊。暗时你来阮兜听我的消息，好无？多谢你。我较早就讲过啊，只要我想要爱的物件，无一项我得袂到的。曾明辉，到尾啊，你嘛是乖乖啊，转来我的身躯边。丽玲，赵秘书，请你以后要入来我的办公室进前，拜托你先弄门好无？等我若答应，你才入来。丽玲啊，但迄是要做互别人看的啊，咱两个中间，敢有需要来这套心？赵秘书，即摆是上班时间，拜托你去找教务来好无？照步来，好，安尼我来照步来。我问你咧，你用公款1000外万去甲四庄的买迄个破工厂，你来算啥货？整是企业，即摆虽然无趁钱，啊，毋过因所生产的电子零件，这也是美国原厂所需要的。我安尼做，并无毋对啊。哦，敢安尼？你敢讲我你安尼做，毋是为着你家己的目的？我敢有需要向你解释些？若是无其他代志，你会使出去啊。喂，你找啥人哈？阿春啊，哦，伊转去因后头厝啦。啥物？你是伊的老母？啥物啊？伊根本就无转去哦。哦，我是伊的厝边啦。我是伊厝边啦。奇怪。阿春啊，根本就无转去伊的后头厝。啊，天主是安怎要骗我咧？妈，啊，是谁打电话来？啊，无啦，敲毋着去。哎，美惠啊，我嘛甲你煮一碗麻油腰子，要起来食无？好啊，我拄好甲爸爸做做邀的。
美惠啊，厝互你讲，我出来一个，随就转来吼。哎，坐啦，哎，我随口吼，要食啥哈？歹势歹势，哎阿母，哪会是你哈？啊，你哪会走来遮？啊，敢是迄美惠又搁闹过啊？哎呦，这查某囡仔就是安尼啊，迄医生千交代万交代，交代伊最少要休困3工，伊拢唔听闲话啦。美惠是毋是有心啊？不是，阿母，不是欠费呢。你莫甲我骗！欠费，欠费哪会老费？我早就看出你两个无对同。伊即摆拢食袂落饭，还佫定定爱吐，这毋是有心是啥？这，一个囡仔哦，阿母啊，既然你都已经知影，我也无需要去甲你瞒。无毋对啦，美惠确实有心啦。囡仔老爸是啥人？这，是你甲美惠是无？无咯，阿妈，你唔通胡白乱想咧。我甲美惠敢若兄妹的感情，无其他任何的关系。那是美惠要我救抓，不准我提起剥夺来有囡仔的代志，所以我毋才无甲你讲，请你原谅啦。啊不，是民惠的。哎呦，阿姆，你莫搁甲我问，我啥物拢唔知啊。这美惠的故事你都知。你安尼外表做温柔，其实足固执的呢。假使嘛是互你知影，讲是我甲你讲的，伊绝对会搬离开我遐。阿姆啊，虽然我遐袂当互你甲美惠住了足舒适、足享受的，不过我歹总嘛是一个家啊。我无希望看到你甲美惠踮咧外口食好受罪啦。我知影，所以你连阿春嘛暗砍掉的，才会阿春来离家出走，对无？阿妈，啊你哪知影阿春伊离家出走啊？因老母下晡有打电话来，田总，我即摆才知影，我母仔囝欠你足多。欠你足多啦！阿妈，你千万莫安尼讲。自细汉我都是一个孤儿，我嘛希望讲，早就别人共款，有爸有母，有兄弟姊妹。所以你甲美惠对我来讲，都亲像我家己的亲老母亲小妹共款。阿妈，我希望讲，咱个人咧永远生活到底。田总，阿姆，阿姆，不要坐啦，林辉，先不要坐啦，我替咱四个听阮一下好无？丽玲啊，我问你代志即摆安怎？因敢有同意讲把工钱还阮阿爸？哎呦，你搁讲嘛是真，先来这边坐啦。林辉，来，我敬你。嗯。好。丽玲啊，你紧甲我讲，结果到底安怎？阮阿爸自从转去以后，规个人歹食歹困，也毋肯讲话，规个人拢敢若歹想要活落赔款。我甲阮妈妈拢足替伊烦恼的。
哎哟，开一下晡的会，有喙讲甲无暖气，足忝的。林辉，其实恁爸迄间工厂，若是要做甲会趁钱，毋是一两年的代志。是安怎恁坚持无要放弃？这间工厂的细细行行，拢是伊一手发落的。当年身躯摕500块来甲台北打拼，为科九金龙奖一直拍拼到今仔日，才有这一点点的成就尔。员工即摆有超过20-30个人，这其中的辛酸、艰苦，我毋知要哪甲你解释，你才会当了解。毋过会当做伊的后生，我感觉真光荣。我嘛甘愿以我一生的幸福来保住这间对伊意义重大的工厂。你是讲，你愿意用你一生的幸福来换倒来迄间工厂？无毋对，我甘愿。丽玲，我求你好唔好？还总是去叶平云阿爸。听你讲安尼，类似阮那强夺土匪嘞。我毋管，你讲唔对话，你还阁罚一杯。丽玲啊，今仔日你要我离开，拢无要紧，但是你先甲我讲，到底有答应也无啦？